这是位于喜马拉雅南麓的国家尼泊尔。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尼泊尔的蓝毗尼。在佛陀涅槃后的第12年，藏传佛教历史上具足威力和奇迹的莲花生大士出世。根据记载，在尼泊尔帕平山谷，莲花生大士修行密法3年有余，获得大手印持名的果位，证得9地菩萨的成就。由于这个原因，世界各地的修行者们千里迢迢而来，选择帕平山谷闭关修行。2007年，朗珠久美江措仁波切，这位来自中国四川省白玉县阿宗寺的出家人，以尼泊尔阿宗基金会的名义，在帕平山谷购下约1万平方米的土地，创办了阿宗国际佛学院。佛学院包括沙弥基础学校、僧侣佛学院、禅修中心和面向世界各地居士的国际佛学院。目前，沙弥基础学校已经有近200位小僧人。小僧人们在法会上将要修行的施身法，是由西藏一位女性证悟者玛吉拉准传授下来的。
小僧人们的年龄在3到8岁之间，最大的12岁。因资质差异，就读年份有5至8年不等。在此期间，除了佛学基础教育之外，他们还要学习藏文、尼泊尔文、中文、英文、数学和自然学科。其后，一部分有潜质和意愿深入探求佛教义理的喇嘛，将被挑选进入僧侣佛学院进行深造，完成9年的显宗经论学习和3年的密宗学习。最后的教学以龙钦七宝藏为主要教材，其内容涵盖显密各成诀窍，特别是9成之巅大圆满直指本性的诀窍，所以极为珍贵。经过12年的严格培训，成绩优异的僧人将担任3年的佛学院教师，之后要进行至少3年零3个月的闭关。考核合格后，授予堪布学位。堪布是最高的佛学学位，相当于高等教育里的博士学位。他们将成为大圆满龙钦凝体法脉的传承者。另外一部分喇嘛，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将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安排学习唐卡艺术或藏医。等他们长大之后，如果有人希望回到社会去生活，就能具备一技之长，拥有善业的人生。
我就跟他告诉。这是沙弥基础学校学员们午餐的时间。清晨，小僧人们穿越学院门前这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地，去山顶的森林游玩。久美江措仁波切，幼年时期就被认证为是一位成就的转世。他在青年时代就完整地修行了大圆满教法，被四川阿宗寺任命为唯一获准到藏地以外传授气脉明点修法的金刚上师。近年来，除了在不丹主持寺院，他还在不丹、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地设立禅修中心。仁波切从少年时期开始，就萌发了创办佛法教育的理想。他曾亲访喜马拉雅山脉和尼泊尔的偏远地区，
看到当地不少儿童过着衣食不保的艰苦生活，上学读书更是一件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以这些儿童为首要关心的对象，在他们家人的同意下，仁波切把这些小朋友接到佛学院，成为沙弥基础学校的首批僧侣学员，给予良好的生活保障，提供佛教修行、多种语言和生活技能的教育，而这一切全部都是免费的。我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修行，那么我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讲，对人类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教育。教育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教育，我觉得这个教育里面，佛法的教育是一个很圆满的教育。这个教育呢，可以关心到人的和平、和谐，相互之间的尊重、宽容。所以我现在呢，就召集比较偏远的那些的小朋友开始，给他们住、吃、穿、教育，全部都是给他们，一直他们拿到佛学的最高的文凭为止。
2012年，随着新学员的陆续到来，沙弥基础学校人数将达到500至700人。这些来自喜马拉雅山区的少年，心地犹如雪山上的白雪，清澈单纯洁净，好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除了佛法基础教育，仁波切特别注重小僧人们多种语言的学习。从明年我就开始，那些小朋友、那些出家人的话，会教他们最重要的2个语言是什么？除了藏语之外的汉语和英文。然后呢，他们的智商还够，能接受，他们也愿意的话，就再多一个语言，他们不同的可以选择。一般可以他选择学日语，一般可以学他的法语，等等等等的这样不同的语言，我也找这样的老师，然后就是教他们这样。
目前，佛学院建设最为瞩目的工程就是修大雄宝殿。大殿有5层楼高，面积1000多平方米。若举办大型活动，可容纳2000多人，是方圆100里内最大的大雄宝殿。2011年底，大雄宝殿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开始内部装修。大殿中央供奉释迦牟尼佛，左侧为莲花生大士和绿度母，右侧为四臂观音和金刚萨埵。在两侧的墙壁上，要安置1000尊金刚萨埵佛龛。因为仁波切对工程质量的要求较高，大量材质需要进口，很多装饰都需要手工制作，工艺细腻，所以施工比较缓慢。预计2013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
大殿东侧偏楼是仁波切的住处、办公室及客房，西侧偏楼是教学生活区，包括小僧人们的宿舍、教室、医务室和食堂，教师们也住在这里。3处共计占地50-60亩，新的5层教学大楼也正在筹建中。学院的后山坡上，一座修建中的巨大的莲师像近在咫尺，它端坐着，直面着山口的苍天。近2年，阿宗佛学院大开门户，接受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以藏文、中文、英文多种语言来推行佛学教育。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修行者、赞助者、志愿者和朝拜者，陆续来到这块莲花生大士加持过的圣地。顺着山坡下行，可以途经2座藏传佛教的金顶大殿，一座是由台湾人建造，一座是由德国人建造。在周围的山坳里，除了当地人的村户外，还散落着一些洋房，那是外国人闭关的房子。山路上，时常有各国的僧侣和闭关者走过，几个小型商店和咖啡馆在营业。清晨，法号吹起，云雾缭绕，山谷中回荡着小僧人们做早课的声音。久美仁波切说，阿宗国际佛学院要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法。我相信呢，现在这个时代，佛法是一定会有帮助的，不管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帮助，这就是我的理想。
日